嚟到腓立比書嘅尾聲，最終將保羅咧要喺度收結佢同俾腓立比信徒嘅信息。咁收結佢都係繼續同腓立比信徒講佢嗰個滿足嘅秘訣，就係靠着嗰個加俾佢能力嘅基督，佢就能夠咧面對萬事。咁我哋首先就睇返4章10節啦。咁對上嗰幾節咧，4章咧都係不停咁樣同佢講，你哋應當要一無掛慮，要常常喜樂，在主裏常常喜樂。咁保羅自己咧都係即係一個嘅榜樣啦，佢喺主裏邊係大大喜樂，而家嘅狀態都係大大喜樂。咁因為咧唔係因為咧佢收到以巴弗提俾佢嘅金錢或者腓立比俾佢嘅腓立比教會俾佢嘅饋贈，而係咧佢話因為咧佢知道腓立比信徒對佢再一次萌發思念之情。對於腓立比信徒對佢嘅思念之情咧，佢係非常之開心。佢話佢知道咧向來腓立比教會咧都係好掛住佢嘅，只係冇機會去表達。而家即係過咗一段咁長嘅時間，佢終於咧就藉住呢個以巴弗提嘅道理咧，就表達到佢哋對保羅嗰個嘅思念啦。就因着呢一個嘅思念咧，佢即係有真憑實據啊！即係呢個以巴弗提嚟到，佢就大大嘅喜樂啦咁樣。咁佢解釋再一次解釋，佢唔係因為嗰啲錢嘅緣故，而係因為呢個思念嘅緣故。因為對佢嚟講，佢冇嘢缺乏㗎啦，佢已經學習咗，無論喺乜嘢情況底下都知足。佢無論佢個環境係點樣都好，佢都喜樂都係喺佢嘅裏邊。無論佢嘅即係處境係好卑賤、好缺乏，因為咧係好豐富，飽足又好，飢餓又好，豐富又好，缺乏又好，佢都得了秘訣。呢一個秘訣呢個字咧，原文咧係一個即係專門嘅術語咧，係指嗰啲古希臘人加入一個神秘宗教嘅時候咧，就即係譬如好似即係中國人嘅起壇作法咁樣，即係嗰個一個起動嘅方法。佢話佢已經開跑咗啦，佢已經起動咗啦，喺耶穌基督嘅跑道嘅裏邊，佢已經起跑咗。佢因為得着基督，所以佢就非常知足。無論喺呢個世界上邊乜嘢嘅處境都好，佢都覺得好豐足，因為耶穌基督本身就係一個充滿榮耀、一個好豐足嘅神，所以佢喺耶穌基督嘅裏邊覺得自己一無所缺。第13節係一句名句啦。咁靠着那賜給我力量的，什麼情況我都能夠應付。呢一個嘅力量咧，呢個字咧本身喺原文咧係動詞嚟嘅，所以其實佢本身如果唔係因為即係力量喺中文本身係一個名詞啦，咁就譯到靠着那加給我力量的，我什麼情況都能應付。而如果即係用翻佢希臘文本身嗰個即係句式咧，應該就係話靠着那個能力我的我就什麼都可以做得到咁樣。咁即係呢個能力，呢個即係耶穌基督就係嗰個咧能力佢嘅嗰一個，因為喺佢生命裏邊係有呢一個嘅能力，耶穌基督俾佢嘅能力，以至於佢可以面對一切。呢一個嘅能力咧唔係外面加嘅，而係喺佢嘅生命嘅裏邊嘅。所以冇人能夠奪走嘅呢一個嘅能力，係佢令到佢無論係處喺一個乜嘢嘅處境嘅裏邊，或係坐監，或係自由人，或係好缺乏，或係好豐富，佢都對佢嚟講都冇所謂嘅，因為佢得着耶穌基督，佢就已經非常之開心，行喺耶穌基督裏邊，佢就覺得好滿足。Anyway， 無論如何咧，第14節嗰度話有你哋分擔我嘅困苦，實在係一件美事。
15節嗰度又講，佢話腓立比人啊，你哋都知道我起初傳福音離開馬其頓嘅時候，喺收支帳上除咗你哋之外，冇其他嘅教會支持我。呢一個支持同埋呢個分擔咧，同樣都係喺1、2、3、4章都出現嘅。呢個 koinonia 同擔、同當、同行 partner 團契有份，即係咁樣嘅翻譯，即係話我係有你哋喺埋一齊為我去作耶穌基督為呼召我去作嘅事，係令到我非常之開心。咁係之前都講過啦，佢其實咧佢喺傳福音嘅事上邊咧，縱然有其他教會會想支持佢咧，佢唔會去要求，亦都唔接受，因為嗰啲教會佢哋覺得嗰啲信徒嘅生命未得嘅時候咧，佢就唔想接受嗰啲教會嘅捐贈嗰啲嘅支持，因為佢驚即係啲人會認為佢係為咗賺錢而傳福音，而唔係因為想俾人有生命而傳福音，所以佢嗰啲信徒唔清楚嘅時候咧，佢就唔會接受呢啲捐款。但係佢知道腓立比人係即係喺呢個信仰上面佢哋係清楚嘅，所以佢好開心咧。腓立比人咧係願意同佢一同去跑呢條嘅路，支持佢喺福音嘅事工上面嘅需要。咁保羅第17節嗰度話，佢所 desire 佢所願意想要嘅咧，唔係腓立比人嘅禮物或者係奉獻，而係佢所要嘅，佢渴望想要嘅咧，就係因為腓立比人佢哋願意捐助呢一個咁呈現出嚟嘅基督徒嘅生命嘅基督徒嘅生命，可以稱為果子啦，就係因為佢哋嗰個基督徒生命所呈現出嚟嘅果子不斷增多，係可以歸入去佢哋嘅帳上邊咧，保羅就好開心，因為佢哋喺基督裏邊係即係有嗰種嘅生命，願意喺自己嘅不足嘅裏邊，依然去籌款去支持保羅嘅宣教工作。咁呢個咧係神所喜悅嘅，亦都係咧保羅好喜悅嘅。咁都同時同佢哋講啦，就話你哋嘅禮物我全部都收到晒啦，而且係豐足有餘嘅。我得到充足嘅供應，係因為咧我喺巴提佛嗰度咧收晒所有你哋俾我嘅饋贈。呢一啲嘅饋贈咧，全部對神嚟講咧都係一個馨香之氣，係神所喜悅嘅接納嘅一個嘅祭物，一個嘅禮物。所以唔單止係保羅好開心，佢相信咧神都同樣係好開心，因為見到佢哋嘅生命嘅呈現係咁樣。而佢再一次係歸榮耀俾神啦，因為佢好清楚知道點解佢覺得自己係無論卑賤又好，豐富又好，佢都覺得好 OK 咧，因為佢所依靠嘅呢個神係一個好榮耀、好豐富嘅神，所以佢唔會覺得自己有缺乏，而佢知道腓立比信徒雖然喺佢哋嘅即係貧窮嘅裏邊，依然願意去 share 去分擔嘅時候咧，佢哋所需要嘅一切咧，神愛佢哋嘅神咧，都一樣咧會有一個充足嘅供應俾佢哋，因為呢一個係一個榮耀豐富嘅神。最後佢以頌讚去歸榮耀俾父神啦，直到呢個頌讚係即係神嘅 glory， 呢個榮耀係直到永永遠遠嘅。咁同埋又再問候各位信徒嘅安啦。咁因為大家喺基督裏邊都係同一個嘅身體，同一個嘅家庭。咁佢提到咧，眾聖徒特別係凱撒家裏邊嘅人都問候你。因為凱撒家裏邊嘅人，凱撒就係羅馬皇帝啦。咁羅馬皇帝家裏邊嘅人點解會係羅馬皇帝都唔信神，唔信呢個保羅嘅耶穌，咁點解佢會問候佢哋咧？咁樣咁呢個係指凱撒家裏邊嘅人，就係指應該係指佢雖然被囚禁喺凱撒嘅監獄嘅裏邊，但係因為所有監獄嘅裏邊嘅人咧都有聽過保羅嘅福音啦，咁裏邊咧有信徒啦，所以呢個凱撒家裏人就係指呢一個監獄裏邊嘅嗰個教會啦，保羅喺度設立嘅教會。咁呢一間即係凱撒家裏邊嘅教會咧，都問候腓立比信徒，大家係
都係耶穌基督嘅教會嘅裏邊同一家人嚟嘅，咁係彼此問候，祝願耶穌基督嘅恩惠常與腓立比教會同在，亦都咧同所有願意信靠耶穌基督嘅人同在。我哋喺佢嘅裏邊一定係有餘沒有缺乏，因為神係一個豐富榮耀嘅神，所以咁我哋就唔再需要擔心啲乜嘢嘢，可以藉着禱告祈求感謝，去將所有一切都向神傾心吐意，我哋就可以得着佢嘅平安同埋豐富嘅供應。咁呢個咧就係腓立比書嘅終結。